香港中西文化薈萃，多年嚟建立咗文化基建同埋國際網絡，憑借一國兩制嘅獨特優勢，係連接國家與世界嘅最佳橋樑。作為盛事之都，香港係文化、娛樂、體育同埋藝術嘅國際舞台。呢啲活動唔單止促進經濟發展，更加鞏固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4年一度嘅全國運動會係國家最高水平、規模最大嘅全國性大型綜合運動會。今年第15屆嘅全運會以激情全運會、活力大灣區為主題，首次喺廣東、香港同埋澳門3地舉行。今次咧係第一次咧係由粵港澳3地合辦。以往嚟講咧，通常都係有一個省市去負責嘅。咁但係今次咧就俾咗大灣區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咁其實咧亦都標誌住咧國家好重視呢個大灣區嘅發展，同埋我哋粵港澳3地嘅融合。香港以往舉辦嘅大型賽事嘅機會唔多啦，咁今次有幸去成為呢個全運會嘅主辦城市之一，都係覺得係好開心同埋係好自豪嘅。呢一日，香港舉辦全運會速度滾軸溜冰測試賽，係19個群眾賽事項目之一。葉俊彥3、4歲起開始接觸滾軸溜冰，現正積極備戰，爭取全運會嘅參賽資格。一個星期練4至5日，可能每日就練2至3個鐘頭左右咯。通常就係練到好攰嗰陣，但係都要繼續去完成成個訓練嘅過程啦。咁過程係好辛苦，但係喺越辛苦嘅過程裏面，就堅持得越耐，就會有更加大嘅進步咯。全運會共有34個競賽項目，香港承辦其中8項，包括劍擊、場地單車、高爾夫球、3項鐵人、7人欖球、男子手球、沙灘排球以及22歲以下男子籃球。香港特區秉持綠色、共享、開放、廉潔嘅辦賽理念，與廣東省以及澳門特區政府緊密協作，推進賽事籌備工作。咁喺過去呢2年嘅時間裏邊咧，我哋同廣東同埋呢個澳門咧合作非常之緊密嘅，咁建立咗一個好好嘅聯繫機制，都好似兄弟咁樣，大家一齊咧去合力，希望係做好呢個全運會今次嘅盛事嘅。做全運嘅經驗咧，廣東確實係比香港或者澳門係豐富嘅。咁但係香港咧，我哋以往嚟講咧係做好多國際嘅賽事，咁所以咧香港係同國際接軌啦，有好多國際一啲辦賽經驗咧，都可以同呢個我哋廣東方面啊或者澳門方面咧，大家去分享，睇下點樣加入一啲比較國際化嘅元素啊，或者係同呢個國際嘅做法比較接軌啊咁樣。全運會嘅7人欖球賽、男子手球以及劍擊項目將會喺剛啟用嘅啟德體育園舉行。咁希望咧透過辦呢個全運會咧，係可以提高我哋香港體育界嗰個專業嘅水平，同埋咧亦都可以進一步咧推動我哋嗰個城市化同埋個產業化嘅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每年舉辦多項國際盛事，促進文化、藝術及體育交流。香港嘅盛事全年無休，旅發局舉辦咗6大旗艦盛事，包括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香港單車節、香港美酒佳餚巡禮、香港繽紛冬日巡禮、香港跨年倒數同新春國際匯演之夜。香港作為亞洲盛事之都，喺舉辦大型活動方面具備多項嘅獨特優勢，並且為香港帶嚟可觀嘅經濟同埋社會效益。政府最新一份香港營商環境報告指出，2025年係全年預計有約200項盛事喺香港舉行，涵蓋文化藝術、創意等唔同嘅範疇，估計可以吸引230萬人次旅客參與，帶來81億元嘅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約46億元。14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擁有中西文化薈萃優勢以及廣泛國際網絡，匯聚海內外同埋本地優秀人才，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並將中華文化帶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嘅軟實力。
喺一國兩制下，香港擁有內聯外通嘅優勢，係唯一同時兼具內地同埋國際優勢嘅城市，正好俾我哋發揮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功能。一方面可以將全球各地嘅城市以及會展運動引進來，協助佢哋透過香港作為跳板，聯繫大灣區嘅龐大市場，同時亦可以提供一個平台，讓全球更深入認識大灣區嘅城市同埋文化，真正係做到説好香港故事，弘揚中華文化。武術係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香港參與眾多國際武術賽事，亦都製作咗多部深入民心嘅港產功夫電影。香港係傳揚中國傳統武術嘅重要樞紐。咁我細個嘅時候就睇好多關於武打嘅電影啦，包括成龍嘅武打電影啊，甚至乎李小龍嘅電影。何燕正4歲開始習武，曾獲亞洲武術錦標賽長拳金牌。沈曉瑜就喺成都世運會摘得長拳、劍術、槍術全能金牌。傳統武術係比較注重你打到人就得，即係主要係攻同防嗰個意識係好重。現代嘅武術即係我哋而家練緊嘅就係好 focus on 美觀、美感，所以演變到可能會有人話我哋花拳繡腿。我哋自己都未必知道個動作其實用嚟做乜嘢，所以我覺得係的確係要多啲了解傳統武術去傳承翻呢件事。中線攞我，左手右臂連線啊！呢一個就等於我哋太極一樣啊，拳道，即係你一定要速度要快。自小習武，資深影視製作人徐小明呢一日同運動員切磋技藝。3年前，粵港澳大灣區武術聯盟成立，香港擔任秘書處角色，促進區域武術交流，提升武術喺大灣區以至國際嘅影響力。一直以嚟咧，香港無論喺經濟啊、文化交流啊、國際上嘅往來咧，香港都係做咗內地同外地外國嘅一個橋梁嚟嘅。咁雖然而家有互聯網啊、有成都好啦，但係喺個成個組織性咧，香港個活動啲人嚟香港集中啊，咁啊係比較上便利啲嘅。徐小明嘅團隊正係前往廣州同當地武術界人士交流。12月嘅中旬咁我哋就喺香港搞嗰個中國功夫嘉年華。咁呢個就係弘揚我哋中國嘅武術。廣州雲集傳統武術各大門派，配套設施完善，為香港舉辦國際武術活動提供重要資源。呢一班小朋友正係學習黃少俠拳法，呢一套拳法已經列入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佢係黃少俠宗師，經過係佢跟過好多個師傅啦，洪拳嘅有，蔡李佛嘅有，北派武術到羅漢門，咁佢跟咗好多個師傅，佢就將佢南北武術融為一體。香港這一個平台，或者說這一個窗口效應，是中國武術走向海外的一個試金石。香港的這一種價值，是我們的佛山、我們的廣東，甚至我們的中原武術的少林，都是替代不了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支持弘揚以粵劇、龍舟、武術、醒獅等嶺南文化，彰顯其獨特魅力。大家都希望即係將中華文化咧咁傳到即係世界各地。咁其實呢個係我哋覺得係非常好嘅手段咧。咁香港其實我哋都好多呢啲咁人才嘅，我哋都希望喺呢方面可以多發揮呢方面嘅。好，3、2、1，開始。香港將武術與藝術相結合，香港嘅功夫電影尤其具代表性。
由高志森執導嘅電影《嶺南功夫少年》喺佛山拍攝，講述功夫與4代人嘅故事。我而家拍嘅呢部戲咧，我係以大灣區電影為立足點。其實成個大灣區基本上就係嶺南文化。呢套電影獲得香港電影發展局開拓內地電影市場資助計劃資助1000萬融資。高志森認為香港嘅優勢之一係作為中外文化嘅交匯點。海外市場我哋講有好幾個影展，今年嘅10月11月已經邀請我哋去參展，因為呢個題材，無論係我頭先講嘅星馬市場、印尼、泰國，而家都有人主動希望能夠喺當地發行我哋呢部戲。我哋仲要面對要配英語版，其實係可以即係擴展去海外。下一節，我哋會探討香港喺其他文化藝術領域點樣擔當中外交流嘅平台。劇團演戲家族喺1991年成立，2000年起專注原創音樂劇。佢哋現正排練以香港仔海鮮坊為主題嘅音樂劇，準備喺當區嘅社區中心上演。我哋好中意音樂劇呢一個藝術形式啦，咁我哋主要都會用返香港嘅人同埋事啦，我哋身邊嘅生活啦，去做我哋創作嘅題材，所以我哋係好貼地嘅。做好多唔同嘅形式或者唔同嘅題材嘅音樂劇都好，都係好希望引起到香港人嘅共鳴嘅。劇團雖然以本地題材創作，但係佢哋嘅市場並不限於香港。佢哋由2008年開始已經喺內地演出，近年更多次獲得邀請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巡演，包括佛山、廣州、深圳等。呈現原汁原味嘅港式音樂劇。我要打爛個天花，打爛個地，起勢打到佢入水，等佢浮唔起。會令到更加多嘅觀眾去認識可能香港嘅演員又好，又或者香港嘅劇團又好。咁如果佢覺得 OK 呢個演出係好睇嘅，咁當下一次你再翻上嘅時候，咁佢咪會 mark 定你 OK 呢個團好睇喎，或者呢個演員好睇喎，咁佢咪會再次翻嚟啦。沿途無伴侶，靜聽着心結聚。咁所以你嗰個觀眾群你係絕對會大咗嘅，而當喺上面做演出嘅時候咧，亦都會可能有其他嘅同業嚟睇演出噶嘛。咁可能佢哋就會邀請我去同佢哋做演出啦，亦都試過嘅。咁只不過係時間上夾唔到啫，係啦。所以呢個絕對係一個機遇嚟嘅。咁即係話，而家我哋呢個計劃，呢個工作坊就會喺12月，我哋返佛山做新戲之前，就先喺廣州做個工作坊。劇團除咗喺內地巡演，亦都會舉辦工作坊，推廣戲劇文化。累積咗10多年喺內地演出嘅經驗，劇團開拓咗更大嘅市場，令到佢哋了解到香港文化界嘅優勢。觀眾俾你嘅嗰個反應，就令到你知道我哋係應該返去做㗎。我哋嗰種原汁原味嘅一啲香港嘅表演嘅活潑嘅風格啦，其實係好受內地嘅朋友歡迎㗎。唔單止大灣區，你去到北上，即係北京啊、上海啊咁樣，其實佢哋都係好鍾意嘅咁樣。所以我覺得香港獨有嘅一啲文化嘅底蘊啦，我哋做表演嘅嗰種風格啦，或者香港人嘅創意啦，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我感覺到內地係會覺得好獨一無二、好有魅力嘅一啲文化元素咯。為咗進一步推動大灣區嘅文化藝術交流，特區政府於2023至24年度起撥款合共1億3500萬元，支持本地藝術家與藝團到大灣區巡演及交流。
預計每年有1000名嘅本地藝術家參與，吸引4萬名區內觀眾。另外，香港藝術發展局由2018年起，每年資助約300萬元，支持本地藝術團體及藝術家前往內地演出同埋參與內地藝術節。其實香港咧，其實個市場亦都係有限啦。其實我哋點樣可以支持到啲藝術家更遠咁樣走得更遠、看得更遠，去到內地大灣區9個城市去唔同嘅演出啦，或者展示咧？咁呢個都係我哋嘅使命當中。咁當然啦，我哋會俾到一啲資金，或者俾到一啲支持佢哋去到內地同埋大灣區去巡演嘅。咁喺唔同嘅地方，例如上海啦，例如佛山啦，例如喺大灣區裏邊廣州啦，其實我哋有唔同嘅合作伙伴，可以俾到佢做一個展示同埋一個演出嘅一個機會咯。咁呢個都係未來我哋要大力發展嘅方向。今日咧，我哋準備咗7組嘅文物。第一首樂曲咧叫做《大唐禮讚》，我哋嘅靈感咧就係嚟自於一幅極樂世界嘅壁畫。香港天籟敦煌樂團以敦煌壁畫為創作靈感，以年輕人視覺融合傳統與現代文化藝術。香港天籟敦煌，香港係最重要嗰2個字，就係點解要由一班香港嘅年輕人做敦煌主題，而從敦煌出發去講傳統其他地方嘅傳統文化。其實就係因為敦煌同香港，佢哋同時都係一個國際大都會，然後一個匯聚住所有嘅精英、所有嘅語言、文化、宗教嘅一個地方。慢慢有感悟就係，其實我哋唔係做緊敦煌音樂，我哋係做緊香港音樂。無論係我哋點樣融合唔同嘅聲音、融合唔同嘅文化，然後融合古代、未來唔同嘅元素去做一個創作，呢個其實係我哋嘅一個樂團嘅一個目標咯。為咗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國家藝術基金自2022年起開放俾香港項目。香港天籟敦煌樂團喺嗰一年入圍基金嘅資助名單。攞咗國家藝術基金，對於國家藝術基金入選嘅一啲項目咧，政府係好大力咁樣支持我哋係走出去嘅。係啊，咁呢個都係支持香港本地創作嘅一個好重要嘅 recognition 啦。特區政府推出政策措施，喺香港對接支持國家藝術基金入圍嘅香港項目，包括資助相關優秀藝術項目走出香港，讓海內外觀眾更全面同埋多方位體會中華文化精髓，推動中華文化傳承與發展。國家藝術基金2025年度資助項目名單之中，香港共有12個項目入圍。就係要由香港人係作為一個中間嘅角色，去將兩邊嘅文化去融合，去再講返其實文化係需要交流，文化係需要溝通。我哋明年同埋後年就已經好多喺外國嘅一啲演出啦。我哋好想揾返文明同文明之間嗰個聯繫，然後用一種好抽象嘅語言音樂，去嘗試喺冇任何語言嘅情況底下去扣連翻文化，咁呢個其實係我哋喺外國巡演嘅時候，我哋肩負，特別係香港嘅年輕人好肩負住嘅一個使命咯。香港係中外文化交流嘅窗口。今年嘅香港室內設計週唔單止喺西九文化區舉行，仲將作品帶到意大利米蘭展出，香港設計走向全球。室內設計師何宗憲帶到米蘭嘅設計係呢張特別嘅搖椅。你可以用手機 Apps 咧去將呢個影像咧擺上去嘅。你 input 嘅 image 你可以係天空啊、雨啊，好多你中意嘅人頭啊都得。今次最大嘅收穫就係我哋將呢個諗法咧，首先反映喺一個比較世界級嘅舞台啦，喺米蘭嘅家私展咧展出。咁我哋就有好多唔同國家嘅同埋唔同年紀嘅人咧，去接觸到我哋呢個諗法。參展設計師同本地品牌合作，部分品牌喺內地設廠，設計師要同內地廠房負責生產嘅師傅同埋供應商溝通同合作。同國內嘅唔同嘅嗰啲供應商咧去研究，咁一同你哋傾咧，我就發覺哇，我都學到好多嘢啊！佢哋嘅
technology 咧，真係好快。咁所以喺呢個過程，我更加了解個產品嘅可能性同埋佢嘅價錢啦，真係好幫到我哋設計嘅諗法，同埋我哋點推進呢個產品啊。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係香港嘅獨特優勢。今年室內設計週獲得特區政府創意智優計劃資助約825萬元，透過本地同埋國際平台展示香港嘅設計同埋產品，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創意之都嘅地位。我覺得香港呢個城市都係好特別嘅，因為佢始終係一個好多文化背景融合嘅一個城市一個地方，所以香港嘅作品好多時都會有少少唔同嘅感覺。所以我哋覺得今次呢一個活動啦，其實作為一個幾好嘅試點啦，亦都希望可以好好表達到香港喺亞洲嘅文化入邊有一個領先嘅地位咯。2024年第4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由香港統籌，策劃超過770場現場演出、展覽以及交流活動，以及70多個線上節目，吸引超過216萬現場觀眾以及4600萬瀏覽人次。香港憑借中西文化薈萃與國際網絡，喺文、娛、體、藝領域均發揮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作用。香港會繼續積極參與大灣區內各項盛事，進一步促進粵港澳三地嘅文化融合同埋人才交流，共同推動中華文化嘅傳承發展。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到共建人民灣區嘅目標。我哋就係要靠內聯外通，係咪？我哋點樣可以喺文化界利用內地大灣區嘅市場，可以壯大自己？咁但係更加重要嘅係通過香港嘅好獨特嘅優勢，就係我哋語言啊、一國兩制啊、我哋嘅創作能力啊、我哋對外嘅橋梁角色啊，點樣可以唔止喺香港走出去，我哋係拼船出海，內地嘅文藝界可以通過香港呢個平台一齊走出去。下一集我哋會探討香港點樣吸納國際人才來港發展，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